4班，请1、4班的家长注意接您的孩子。现在出来的是2年级3班，请2、3班的家长注意接您的孩子。家长没来的小朋友，请立即返回学校校门处等候。家长没来的同学，请立即返回校门处等候。走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那问什么？慢慢走。就是去年底那个自己放那个回家帮
那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慢慢。过来，走了。慢慢。过来，过来。剪了这么长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多大一个品牌？
对啊，就是我知道。你很厉害嘞。嗯。从小一遍。走啊，走，就这边，去哪边，伙伴？伙伴。哎呀，就这边。谁嘛？
宝宝，这边，这边。走吧，坏坏。